好，开播。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，我经常读到，比如说在《无量寿经》也好，还有其他的大乘佛教里面都讲到，比如说《无量寿经》里面专门讲你要发菩提心，对，然后一向专念，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对这个菩提心，就是说有很多解释，太多了，而且是很比较抽象的概念。但我知道藏传佛教对菩提心讲的非常多，对，所以请你介绍一下这个菩提心到底怎么来理解。菩提心这个大乘佛教的修行的根本就是菩提心。也阿底耶尊者也说过了，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在哪里？一定要发菩提心作为修行的基础，就是大乘。所以这个菩提，这里的菩提本身菩提有三种菩提，一个就是叫声闻的菩提，缘觉的菩提，菩萨的这个最后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圆满正等觉的菩提。菩提有三种。菩提是什么意思？其实是也就讲的更简单一点来讲，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。是觉悟的意思啊，就是这个你要发觉悟的心。发觉悟的心是什么呢？你要内心希望发愿说，一切众生希望能够觉悟。这怎么的一个想法？这叫做圆菩提心。然后那怎么办呢？当然要你自己要修行啊。你要利益众生的话呢，你要有这个能力啊。然后呢，就是你要修行，这叫做信菩提心。这两个是菩提心，慢慢成长了，最终你会证悟。这种证悟叫做深意菩提心。所以其实呢，从一开始发心到最后成佛之间，全部都是菩提心。这个菩提心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就是这样的。第一个呢，一开始就是你的设定一个目标，这个目标是什么呢？我一切众生要成佛或者觉悟。为了一切众生能够觉悟有什么用呢？你觉悟了就解脱了，就没有任何轮回的痛苦了，解决了痛苦轮回的问题。不只是轮回问题，还有成为菩萨和佛的功德，那能够利一切众生。所以这是你的发心。那为了一切众生，我要修行，然后就是我要做这个菩提的这个修彻。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你有心动，这叫行为的行，行菩提心。这两个加起来的时候，自然而然你就是登地之后，就是有深意菩提心。这个菩提，因为菩提呢，其实是向往那个觉悟的心。那个这里的菩提呢，不是声闻的菩提、度觉的菩提，而且佛的那个菩提，菩提迦叶释迦牟尼佛证悟那个刹那所得到的那个就是菩提。因为我们现在说菩提迦叶、菩提树，也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树下得到了最究竟的智慧，这叫做觉悟。这个觉悟就是一个最至高无上殊胜的智慧。所以有了这个智慧，就是我们遣除一切的污名。污名也有两种污名啊。这个讲的比较细一点的话呢，可能会比较，比如所知障、烦恼障这方面的各种污名，那些所有污名都遣除了，所以你彻底变成证悟的这个境界了。你和法界的证悟变成无二无别的状态了，那个就是我们的菩提心。但是呢，一开始我们初学者呢，没有那么高的境界，所以我们要非常实实在在的，就是要发菩提心，就是心相续能不能升起。这个以前都是自私自利，只想着自己，而且我们也没有这种解脱和成佛的目的，所以你就算是你是好心人，也不知道怎么去利益众生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比如说入行论里面是这样说的啊。那个菩提心很殊胜。以前呢，这个无论是梵天，无论是地释天王，无论是你的父母，都从来没有拥有过这样的心。比如说你的父母非常爱孩子，但是等多他爱的方式是什么呢？买一栋房子给他，对吧？帮他这个要有一个好好的一个读书和这个教育，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，很好的一个什么这个送到国外这个留学，然后花钱，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关怀，对吧？就是要，但是呢，
我们现在发菩提心的时候，哦，一切众生，我希望，而且父母关心的是什么呢？孩子的一生。那菩萨关心的是什么呢？一切众生的无始以来到现在没有解决的这个未来的。永远解决他的生生世世的痛苦了。就算你实际上没有这个能力，但是你的心态就是非常属于这种一个伟大的一个状态了。所以就是菩提心为什么重要是这样的，因为这个是比较科学的。现在我们科学一个小孩子成长过程当中，他的目标，他的这种各方面的格局吧，越大越好，其实是这个他的成就的几率越高。一开始他想着只是想着眼前，只是想着自己的话呢，其实是这样的这个能真正的怎么说呢，就是自利利他的心，自利利他，或者我们用普通的这种生活当中用的话来讲到他为人民服务，不是，就是很难有这个成就或者一个成功的机会，对吧？他只是想着自己，只是想着眼前，那是不行的。将来要成为一个非常这个了不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人的话呢，他只想着他别人啊，只想着更长远，这两个必须需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条件嘛。所以呢，菩提心就是教这个东西啊。就是每个阶段其实菩提心也不一定是一样的。当然，这个你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可以它会有不一样。你发出来的心越来越圆满。对，越来越圆满，这是他的成长。因为我们刚开始，这因为比较抽象，你说发菩提心怎么发呢？不知道怎么发。现在其实不抽象，一点都不抽象。其实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就是做一个公修，5个小时的公修。其实我为了一切众生，希望获得这个成就，利他，我要做这件事情，那就是菩提心。对，这是具体的表现。对，谢谢。